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又落咗嚟深圳，而家咧喺羅湖口岸嘅附近，你哋估下點解會出現喺度？咁肯定係有好嘢益街坊啦！嗱嗱聲跟住我嘅步伐一齊過去睇下，就喺呢一個大中華嘅貿易天地，喺呢度咧上2樓就嚟咗今日嘅目的地啦。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嚟咗羅湖口岸附近嘅一間按摩店啊，就係呢一間連泰式按摩。佢喺全國咧有成33間分店嘅，呢一間咧就喺貿易天地呢邊。佢而家咧新店開業啊，全場7.8折，仲收貼士添。除咗有經典嘅按摩啦，仲有泰式精油同埋呢個頭療啊。一入門口咧就可以見到呢啲好有泰國標誌嘅裝飾品啊！呢度嘅服務態度真係好好喎，我都未話做咩項目，坐低咧就先上咗呢個熱毛巾同埋一個護手霜，用嘅呢個牌子都好出名喎。做精油 SPA 咧，首先會喺前台呢度揀呢一個精油，有甜橙、檸檬啦、茉莉、薰衣草同埋玫瑰5隻精油。我哋做項目之前咧會先揀是檸檬的味道啊。揀好咗精油就填翻個表格。您可以根據您的身體狀況，可以選擇哪裡是需要着重按的，然後力度大小哈。你可以看一下，還有哪裡是不可以觸碰的，也可以在上面標識，然後這邊跟技師溝通。呢度嘅服務咧真係好細緻同埋周到啊！喺呢度咧做任何項目之前啊，都會贈送呢一個淨足禮。浸腳入邊仲有檸檬片嘅喎。啊，對。呢個係嗰個玫瑰鹽，哇，好香嘅玫瑰味啊！腳部去角質咧，大概係10分鐘左右啦。做完之後咧，就正式入去開始做今日嘅 SPA 啦。鋪頭裏邊嘅燈光咧好柔和啊，加埋呢個音樂，真係瞬間放鬆晒。而家咧做緊嘅係一個泰式按摩，先由膊頭嘅位開始放鬆。平時咧就習慣屈喺一個地方玩手機，所以咧啲肩頸位啊都好僵硬。泰式按摩咧佢就有好多嘅拉伸動作啊，好啱我呢一啲唔中意運動嘅人，可以被動咁樣拉下啲筋，啲筋骨鬆開晒咧，咁成個人都舒服晒。呢個力度咧，隨時都可以同啲按摩師交流。接受唔到太大強度嘅話，隨時都可以講。而且咧，呢度嘅按摩真係做得好仔細啊！佢每一個關節幾乎都會照顧到。如果接受唔到太大嘅拉伸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做呢一個精油 SPA。呢度嘅師傅啊，都有好多年嘅經驗，可以睇到佢哋啲推油嘅手勢好專業啊，仲有個力度咧都把握得好好。除咗按摩啊，呢度仲可以做埋頭療。呢度洗頭髮用到嘅咧都係卡詩品牌嘅。經常咧都有人問我點解唔去髮廊洗頭，要過嚟做頭療？咁咧係因為唔單止咧會做頭皮護理，仲會做呢一個頭皮清潔，仲會包埋呢個水循環同埋肩頸按摩，所以咧絕對唔係簡單嘅洗頭髮啊！呢個呢就係水循環，唔單止呢有清潔嘅功效，仲可以一邊幫頭皮做注氧，改善成個頭皮嘅環境。平時有甩頭髮啊，或者係睡眠唔好嘅呢，做呢一個項目真係好解壓。
水循環呢，唔單止做到個頭皮啊，仲會做埋條頸部。大概呢都係用呢個溫水沖個15分鐘左右。喺過程當中呢，仲會一邊做埋呢一個肩頸按摩嘅。成個過程呢係60分鐘，200幾蚊。但係而家新店開業，仲可以打埋個7.8折啊！你話係咪好值得專登過嚟體驗一趟呢？